Hello，我係 Kathy，依家同大家睇一個銀湖天峰603尺，望住馬鞍山山頂嘅2房半單位。客飯廳直望就係呢個馬鞍山。今日有少少雲霞遮咗個頂，如果唔係平時可以見到個頂嘅景觀極之開揚。我哋望翻先，門口入嚟呢，其實呢就有個儲物室嘅，可以當工人房，亦都可以當衣帽間，有窗有冷氣。飯廳擺個6人台都得。左手邊就係廚房啦，全部原裝，不過都非常之整齊，同埋個廚房都幾大下。呢邊又有工作台面，嗰邊又係啦，仲有個少少嘅工作平台。再入去睇房，呢個就係標準嘅2米乘2米細房。主人房呢，呢度有個大嘅衣櫃凹位，不過就咁擺咗個現成嘅衣櫃咯。咁床佢就利用咗窗台嗰個空間，咁樣中間位置就可以再擺個梳妝台或者書台都得啦。跟住我哋再睇下洗手間，洗手間有窗，原裝嘅浴缸就做咗個浴瓶，可以擋少少水。記得點讚關注哦！